来看专人推赛全支付有674万的用户，是咱国内电子支付的第3名哦。不过最近发生真侪件风头路卡的事件，全支付是强调讲资料并无外流。金管会嘛表示讲，已经要求全支付这个月17进前就要交报告。有专家嘛建议讲，像这种电子支付，办信用卡可能比办金融卡更好有保障。但风头路哦，信用卡会当赶紧去要求银行支付。 民众高潮市卖着买物件，愈来愈侪人使用电子支付，刷去互诈骗集团定调的。3年旗下的全支付有达到674万的用户，伫业界是排名第3。不过最近传出几件套路扣款的代志，全支付回应，甲系统安全无关，并无资料外泄。金管会表示，全支付已经通报重大有时发生的事件，17进前要提交报告。 被盗刷什么的哈，是电子支付的问题哈，导致账户里面的钱哈被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这个去盗用的话，那电子支付当然要负责。针对诈团常用的钓鱼邮件简讯涉嫌证，向民众点开连接数字库资，也是 OTP 一般性必备。王文中表示，一旦消费者输入这寡资讯传给诈团，就袂当将责任撒给电子支付机构。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盗刷哦，我只有这个卡而已啊。如果有盗刷问题，可能绑定信用卡会是选项之一啊。 电子支付爱绑定口座，也是信用卡加更较安全。王文中表示，只要消费者无过失，无管是绑定信用卡还是银行口座，电子支付机构拢爱负责。不过有治安专家建议，绑定信用卡优点除了先用后付，也加集团的保障。 被盗刷可以跟信用卡那个公司做挂失这种机制，相对来讲是多了一层的那个保护跟保障。当你绑定账户，它可能就直接是扣款了嘛？那扣款其实你可能就没有类似的信用卡有多一层保护。 针对安怎降低风头路的风险，简胜在表示，特别注意来路不明的配件，银行局也提醒，若收到小单、消费金额、价钱数量无符合，也要赶紧确认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